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。今日係4月4日，嚟到預苦期40天靈修之旅嘅最後一天。今日嘅主題係基督對我來說究竟是誰？根據喺潘霍華人生臨近結束嘅時候，佢講咗以下一番嘅說話：知足不斷困擾着我的是這個問題，基督對今天的我究竟是誰呢？我想大家先讀一段嘅經文，馬太福音16章13至16節。耶穌到了凱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，就問門徒說：人說我人子是誰？他們說：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，有人說是以利亞，又有人說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裏的一位。耶穌說：你們說我是誰？西門彼得回答說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兒子。讓我哋一齊慢慢再讀一次馬太福音16章13至16節。耶穌到了凱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，就問門徒說：人說我人子是誰？他們說：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，有人說是以利亞，又有人說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裏的一位。耶穌說：你們說我是誰？西門彼得回答說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兒子。另外一節嘅經文，路加福音6章46節。你們為什麼稱呼我主啊，主啊，卻不遵我的話行呢？我好想大家喺預苦期最後一天靈修嘅時候，去諗一諗，我哋係咪真係相信耶穌基督就係永生神的兒子？我哋經常禱告嘅係主啊，主啊，但係喺呢段經文提醒嘅係，點解如果我哋稱主啊，主啊，佢會唔遵守佢嘅命令嘅呢？喺呢39天裏邊，我哋曾經討論過，我哋要遵行神嘅命令，包括彼此相愛。我哋講過，我哋需要每日嘅靈修，因為神嘅話係我哋路上嘅光，我哋腳前嘅燈。我哋需要清晨嘅嚟到面前向主禱告。我哋需要嘅喺工作中嘅都要警醒禱告。我哋要學習時常嘅感恩，喺我哋生活當中要提防嗰啲嘅名利成為我哋嘅偶像。神又提醒我哋唔好為明天嘅事憂慮，又提醒我哋需要作貧窮嘅信徒，知道自己嘅缺乏，又需要承擔別人嘅憂患。我哋要捨棄一切嘅權利，轉投主耶穌。我哋嘅價值觀都要放下，我哋要返去上帝嘅價值觀裏邊，要捨棄自己嘅義，捨棄自己嘅尊嚴，因為我哋知道我哋係屬於神嘅。我哋又要為義去受逼迫，我哋要作世上光同埋鹽。我哋今日領受嘅唔係一份廉價嘅恩典啊，
係上帝重價救贖我哋返嚟嘅，所以我哋要作真正嘅門徒。作真正嘅門徒，我哋要學習順服喺主嘅裏邊。然後講到我哋整個基督徒整個嘅團契嘅生命，我哋要用信心嘅連結，我哋喺主裏邊要有盼望，我哋要努力嘅彼此傳講神嘅說話。當然，我哋同時間亦都要獨立嘅與神相處，繼續聆聽上主嘅教導。我哋要積極幫助別人，為別人擔起重擔，學習代禱代求，唔單止係為自己，亦都要為我哋嘅弟兄姊妹，甚至為你當中有嫌隙嘅弟兄姊妹。我哋要愛心說誠實話，我哋要走向復和。我哋知道喺呢個世界裏邊，我哋活喺仇敵嘅當中，但係神嘅教導卻要我哋為仇敵去禱告。我哋願意咁樣嘅去順服啊，因着十字架犧牲的愛。今日我想大家最後一日嘅思想係：你知道耶穌就係嗰位基督，係永生神嘅兒子嗎？你深信而且同意嗎？如果係的話，你就必須要遵行神一切嘅教導。今日係預苦期呢一個嘅靈修嘅旅程結束嘅一天。我唔知大家喺呢幾十日裏邊，你有冇覺得自己有唔同呢？你有冇經驗到啲乜嘢呢？喺你嘅信仰同埋實踐方面，有邊一啲被提醒或者改正嘅呢？但我想再提大家一次，今日唔係一個靈修嘅結束啊！從今日後，我哋每日繼續要讓神嘅話語去滋潤我哋，繼續要被主去陶造我哋嘅生命，直到成為合乎佢用嘅器皿，同埋將來見主面。今日嘅詩歌，我好想大家再一次去確認我哋嘅信仰。詩歌叫做有一位神，我哋一齊祈禱啊！慈愛嘅阿爸父，為着我同耶穌同行嘅旅程所到過嘅地方去禱告，亦都為我哋將來神帶住我哋去嘅地方去禱告。無論係我哋嘅前途，無論係我哋嘅心靈嘅深處，多謝主，你一直與我哋同在。感謝你，讚美你，將一切榮耀歸俾你。奉耶穌嘅名祈禱，阿門。